美国国务院6月6日表示，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外交人员报告说，最近感觉到一种不易察觉并模糊、异常的响声和压力后，被送回美国接受检查，被诊断为轻度创伤性脑损伤。美国国务院向在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发出了医疗警报。此事件让人回想起美国外交官在古巴遭受的类似经历。第9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开幕，由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叙利亚反对派、叙利亚政府和联合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当天，土耳其代表团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进行了会谈，讨论了成立宪法委员会的相关事宜。居住在埃迪尔纳的维吾尔人聚集在埃迪尔纳老清真寺前，举行了抗议中国入侵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省实施的欺压、破坏、歧视、侵犯人权示威游行活动。当地时间6月8日，巴勒斯坦回归大游行的抗议示威仍在继续进行。加沙地区东部隔离墙附近，以色列占领军与示威人群发生冲突，占领军向示威者发射实弹及催泪瓦斯，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殉难，100余人受伤。自示威活动开始以来，以色列占领军就对和平示威者进行暴力镇压，共造成12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14000余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七国集团国家领导人重新邀请俄罗斯返回七国集团峰会。特朗普的这一声明可能使他被美国的盟友孤立。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3日，位于夏威夷岛的基拉维厄火山突然大规模喷发并引起地震。火山喷发产生的有毒气体粉尘严重威胁了当地居民的健康。火山喷发及地震造成地裂、森林火灾等灾害，损坏房屋、道路、通信等设施。美国夏威夷岛的地方官员称，自5月初以来，夏威夷岛上已有大约600吨房屋被火山喷出的熔岩吞噬。